卫福部最近真拍拼咧推动医疗绿色通道，亲像高医今年就甲11间的病院合作，有咧做医疗分级，针对重症甲罕见病症的患者，医师第一时间就会当掌握患者的资料，缩短抢救甲治疗时间。 入去病院急诊，真侪病患等待医生替因看病，天气变热，病患嘛愈侪。即马高医甲11间地区病院合作，来建立疾病别立式的通道。其他地区病院的病患，若是较严重的病，要透过转诊来高医治疗，高医会当更加快速来处理同一个病患。也小港基顶较偏远的病院拢合作，提升了我们的医疗效率，那减缓了很多转诊或是说医院医师之间沟通的一些。 我想障碍排除，然后让他的一个精准的能够把民众健康需求能够一步到位的。高医表示，因这道疾病别立式通道是全国第一的，甲以往的立式通道并无同款。第一时间若是接到其他病院的通报，会先通知因的专科医生，医生会当掌握病患的状况，来缩短病患急救的时间，可以将病患严重程度来做分级，来善用医疗的资源。在第一时间，我们高医的专科医师都已经知道这些疾病了，他可以准备好，不管是手术。 或是要紧急的心导管处置，或是其他的处置，这侵犯性处置，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就先准备好，所以他不需要在急诊里有很多等待的时间。高雄医学病院表示，一定5当前转型做疾病别立式通道，这几档嘛有真侪新冠案例，即马甲11间地区病院合作，希望让病患真紧接受专业的治疗，来提高医疗效率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